我感不感动？有点感动，对不对？同理是很重要的。或者他会觉得，如果你爱人如此的话哈，还是说你爱你周边的人更多事情的话，这些都是是很难的事情。好，再来呢，你要做什么？来跟你的同修呢，跟你周边职场的人，你让他们分享学到大家的差异，真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推广这几个课程，就是学员大活动。再来就是很勉励呢，我们的同事呢，这个跟志同一下，各位学姐，这个很重要。当你去正式的在职场的时候，你告诉你个人对不对？哎，你要不要听到生命之风？或者很多家长可能都不管学到了，他们都在这个生命之风，对不对？可是生命之风是有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大家去有氧练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去幼儿园啊，去进山进山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义工啊，去跟去看，这些义工已经有很崇高的信仰，对不对？这个现在是什么？就是要学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家长都他跟着我们专业之后呢，他会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用这个阶级的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道。好，再来我们使用这个形式来助动，包括这个全球经济啊，如果这个疾病啊，还是什么，就说什么科学险，那鼓励社长呢，开这个关于导览还是看是什么软化，他会鼓励他们去哦，对，我们会鼓励他们为什么会常站在这位前线。今年你再看一下，我们在台中的这个国土已经减少2%了嘛，是的吧？是的吧？对不对？那或者说第一次家长的时候，台湾的家长就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台湾的国土已经减少2%，那怎么办？我说破案一下还是有一样，他家人说破案一下不拿来做什么地方？他说哪里有土地？你说破案一下的话，哪里土地那边来破？对不对？会担心说你是很难的这样，父母为什么做话是有危险？多一点点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在88水那个水库对不对？把这个搬出来，你看这个土是有看到波浪都是送分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波浪很大不大？很大，所以呢，你这个波浪你说到这个上，老板是不是不用怕可以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怕这个国土变小，是不用怕，它为什么？那个接口保护啊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有时候会是跟或他的情况不同来分享这个道路，所以后面就讲到我妈妈的故事。或者妈妈在今年的大年初2呢，会空她为了进行这个大肠海默期，那她本身有很多的情况，那老师呢很没有，或者已经在12年前就是大年初2的11点多呢，我们是送医院急救那在当时呢，那就是发布有医院用，那姐姐呢是在庙里面当送出完蛋，他回去了这么一年，他在求妈祖，可是妈祖说他没办法，他说要求人家更高的人，要去佛堂求啊。那我在佛堂发愿，我们他妈妈发愿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是病过，当700个人，太绝了，妈妈是我爸，你看看，他对呢，妈妈也出去了，我在里头那个病人，因为家里是佛堂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大医院，就是说这个700个，结果妈妈很亲切，妈妈说孩子这么默契而且都没有说话，就说肯定就是为我高过你。结果妈妈就多了12年，因为那个妈子姐姐听妈子说，她说妹快乐你们或者要跟我打给你，多12年。所以我觉得妈妈在2年多就做了200多个人，我觉得妈妈做了200多个人，其实也大家觉得说，你打到这个开就妈妈嘛，手大对不对？可是你把它放在地方，这个你知道，你带比较稳，所以说不用在市场那个市场。菜市场那个场很好做人的，所以我觉得妈妈在菜市场做了200多个人，所以听到风暴不可以开始拿那个影响力就是什么？下雨天的时候割太阳，对不对？夏天的时候割雨的，对不对？他基本在这他这个很多，对不对？那我妈妈做了200多个人，但是呢，她在今年也是在大年初2的11点多，就是我们送他去医院了，然后就离开人间了，而且也是非常的，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容貌是非常的安全嘛。那他也是那个母女，然后有人家也跟他说话合同，就是我去见我们的老母女，然后也跟老师课程有挺多，而且老师呢有空说报告我妈妈，让她开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的老师呢，然后他也照顾他，他又有8个月，就说只要我们听到我的父亲说我这有这第2个怎么花了，他后面的老师也是分析出的原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的，不
不可以跟对方谈的。关于你那样对不对？来看关于那样，那我在想是绝对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说我如果运动这么说，如果你跟老师他跟私人经验嘛，那我们是属于有点分析。可是我们常是800月在这个老师真对对，那我们这种经验就怎么样？也是真对对哦。所以说你当时都发现了吗？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大家有没有在办公中吧？还是回到在这里都说完了。记得是我常说，你知道吗？该跟老师说，老师我爱你，对不对？要真心的哦，要真心的哦。好，最后有些都是想开出的创办是在什么？在态度。所以各位记得就是在讲述人讲完吗？只有这个小小的态度好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可以不讲很多人，或者这个蛮可以他，再讲说。反正啊，反正中国人，我现在在回答，这是现在啊，他在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后面嘛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现在对吧？比较多，对吧？他多要多啊，对不对？按照我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开网会啊，就是他开展中的很大的什么？对啊，这个很大开拓到那个地方，那你们在市场里面的那些大家的主人，他们有没有家人？有啊，这是清楚有，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大。大我现在直接跟你说，你们到底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开拓到那比较深，对不对？要是那个3天6保证，3天6保证，4万8千件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很谨慎。因为我看到国外台湾才叫做开放，在台湾本土经济比较什么开放，但你的市场就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政府的家里市场也可以看到，而且你在常常讲在国外在实验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雇人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天空，第三个是什么？开设国产，讲解是变成真的，各位请去试试看。那么为什么候选人为什么努力候选的同事呢？努力候选这些家长在国产为什么？因为候选人的我们老祖是有一种红颜是什么？希望万家幸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主持人呢，他在这几次的节日里面呢，他有时间也讲，他也说怎么样万家生活。所以呢，老师也很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在家务里面，对不对？去陪伴我们。所以呢，各位姐姐，老师的红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愿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们多一点一起来变化。世界上没有感受不一样的众生，愿心可发，慈悲喜的，他皆可感，得天心之心，群仙可度。来阳万千树道，众生可度，万国永终，佛道可成，天上所谓的天地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世界上呢，真的没有感受不了的众生，只有我们自己相信有心。好，那么有时候自己开车呢，通常16点才开始准备回家，那有时候或许不用回到家里才可能很轻松，或者有一天开车跟老师，就是这么不到说。老师如果有一天呢，怎么样？有一天开会跟教员呢，就跟老师讲，老师，如果很需要你来帮助我，对不对？开拓更多的方案，帮助更多人来求道，那么各位请解，因为你因为我大多少回答对不对？那么最后呢，或许呢要来办一个组织或许作为的验兵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这个可以可能放大一点，那多一点接触下进来，好的，谢谢。
他们都有信心的走到目的地。永远记得啊，如果一分心，老师注意9分力。你所付出的，老师都知道。不过啊，让我们课堂史上最真心的就是这个啊，所以呢，不那这个也很可以啊，而且这些你看，不管他哪用到多，对他高点呢，他会讲一些老师，他这个是高三或者部落的里面的东西，啊，那有时候老师会跟老师打交，他有时候人家就觉得老师说，这个你参与我吗？你有想内容吗？或者参与，是我参与吗？不可以说，是要勇敢坚强的。好，那有什么事情呢？还是你会跟所有的交代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人是这样。那会有的就是说，老师也曾经说过，希望我们大家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在这个区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区里面呢，我们就是一个什么？我们就是一个做事的团队，就是一个做事的队伍，是不是？那每一个，如果呢，就要怎么样，都是要跟老师一起进去。好，那这里面的很多的话呢，都是老师在法会时间的时候所讲的，所直接的。那或者呢，都基本听过，那或许呢，把它记录下来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在开拓道案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很孤独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哪里厉害呢？可是呢，我们比较可以讲，比较有人家当老师，老师之前说过，不会来，对不对？当你呢想到老师的时候，老师在你身边；当你哭泣的时候呢，老师觉得你叫你累；当你需要老师的时候呢，老师就是牵着你的手。有时候呢，我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可能我要做小，那做小就叫做考验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师直接说，过了这个考验之后呢，你就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智慧呢是帮助更多的子女众生。所以呢，老师有这个法力，可以帮助你今天呢，我今天超越过这个小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所有的功课，就是我的历练，对不对？经过这个历练，我们才会长大，我们才能够成为老师在人间最大的什么？最大的坚持，对不对？最大的材养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第二个的名单，因为老师说过，没有人爱你，老师爱你；没有人照顾你，老师照顾你。只要你承认我是你的老师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。所以我要保持住你的心，你去把我去帮助你。啊，所以呢，或者呢，也不能跟踪。